一返到屋企就覺得唔舒服，皮膚過敏、頭暈頭痛、打乞嗤。屋企係最安全舒適嘅地方，新家私同裝修時釋放嘅化學物質，竟然係引致家人過敏嘅元兇。立邦植萃護敏抗病毒兒童漆，採用創新光催化技術，持久淨化甲醛，有效去除異味達80% 以上。產品蘊含天然植萃精華，採用取自椰油、粟米、木薯等優質原料，通過 ASL 哮喘同過敏人群友好認證，呵護易敏人群。採用銀離子抗病毒技術，抵禦多種病毒及22種細菌霉菌，抗菌率達99.9%，集合全效功能，為家居帶嚟升級守護，適合有小朋友、孕婦、老人、易過敏人士同飼養寵物家庭，通過多項國際權威認證，安全安心保證。甲醛病毒致敏源，拜拜。